欢迎收听。我们这次要来聊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，就是沉浸式课语教学。在你分享给我们的资料里面，有一篇社论的观点，我觉得特别犀利。哦，他直接点出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挂在嘴边的沉浸式教学，可能跟他真正的样子有很大的差距。这个问题点得很好。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从这些资料出发，一起来厘清一下这个概念。你可能也看过新闻或听朋友提过，有些幼儿园会布置一个超可爱的模拟菜市场，有看过那个照片。对不对？让小朋友用客语去玩那个买卖游戏，这画面听起来很棒。但这篇社论的作者却觉得，如果这就是全部，那就完蛋了。那我们可能从一开始就走错方向了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深入聊聊的核心。没错，这个菜市场的比喻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。因为你分享的这些资料，他们的核心争议其实全都绕着一个关键的区别，就是情境教学跟沉浸式教学这两个东西根本不一样。不一样。对，那边社论作者用词很重，他觉得很多人，甚至是一些教育工作者，都把这种角色扮演的活动误当成沉浸式教学的全部了。好，那这两者的差别，我们来把它拆开来看。因为乍听之下，在一个情境里面学语言，听起来不就是沉浸吗？听起来很像。但文章提到一个关键词，他说这种活动是短暂的、封闭的。没错，意思就是说，游戏时间很热闹，可是当下课钟一响，孩子们瞬间就切换回中文模式了。对，马上开始讨论等一下要去哪里玩。是那条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语言学习链条，啪一声就断了。这个断裂感就是核心问题。而且另一份教学观察报告，他还提出一个更深层的观点哦。是什么？他说，这种短暂的活动可能会让孩子下意识地把课语归类成一种，表演用的语言啊，表演用的语言。对，或上课用的语言，而不是生活用的语言。他们会觉得，课语就是在那个特定角落、特定时间才需要讲的话，这个才是最根本的伤害。我懂了，所以它不只是学习中断，还可能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区隔。那好，根据这些资料的描绘，一个真正的沉浸式教学应该长什么样子？如果我们综合这些资料的看法真正的沉浸式教学，它追求的根本不是一场精彩的活动，它追求的是一个生态系。生态系，对，一个 ecosystem。那这个生态系有几个很重要的支柱。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，就是打造一个全程语言环境。全程语言环境，这听起来很直白，就是全部都用客语嘛。没错，但这篇社论强调魔鬼在细节里。它指的不是只有老师在教课的时候说客语，而是从孩子进完第一句早安，到中午吃饭，下午玩耍，甚至是处理小朋友之间的小争执，对，都必须要很自然地使用客语。老师不能因为怕孩子听不懂，就习惯性的用中文翻译或解释。这很难呢。非常难。这其实就像学游泳，你可以在岸上把所有姿势的理论都学会，但如果你没被真的丢进水里，呛几口水，对，在那个环境里挣扎适应，你永远学不会换气。那个水就是这个全程语言的环境。然后更关键的是，这些资料都提到一个共同的理想，就是要把客语跟其他学科整合在一起。等等，用客语上数学课，这听起来难度很高哎。是很高。在你给的资料里面，有一份是第一线老师的访谈记录，就老师提到，对一个母语不是客语的孩子来说，他到底是在学数学还是在学客语？会不会到最后两边都学不好？你提出了最关键的挑战，这些资料也的确探讨了这个两难。理想的做法并不是直接把中文的数学课本翻译成客语就好了，不是这样，不是，而是要重新设计课程。你想象一下，科学课不是老师用中文说这是雄蕊，这是雌蕊，而是老师带着孩子们到花园里面，一边指着花，一边用客语说：“来康，这蕊花，这系花心，这系花瓣。”然后大家再一起用客语数有几片花瓣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语言和知识是同步吸收的，客语就不再是学习的对象，而是探索世界的工具。我明白了，重点是让语言跟真实的体验绑在一起，
而不是跟抽象的课本符号绑在一起。没错。好，所以我们有了全程课语的环境，但如果这个环境一个礼拜只出现1个小时，那效果会不会也像那个菜市场游戏一样，很快就烟消云散了？对？这就带到第二个支柱了，就是长时间持续。社论作者的观点很直接，他认为每周1-2堂的母语课效果微乎其微，顶多就是学会几句问候语。理想的沉浸式环境至少要是半天，甚至是全天的模式。半天或全天。对，因为语言的内化靠的是长时间的浸泡，而不是短时间的刺激。这让我想起我们学母语的过程。没有人是拿着文法书或单字卡学会说话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们就是在那个环境里面听久了、用久了，大脑自然就建立起那个语言的回路。这需要时间，大量的时间。你说到重点了，内化。但这里也出现了现实的挑战。在你提供的另一份针对偏乡幼儿园的调查报告里就提到，他们连要找到一位客语流利的老师都非常困难了。哇，更不用说要找到能够用客语教一整个下午的数学或自然的老师。是。所以这个长时间持续的理想，它背后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师资培育挑战。确实。这也让我们看到这个理想的蓝图跟现实之间那个鸿沟有多大。不过，我们假设克服了师资问题，在学校里打造了一个完美的半天课语环境，但还是以放学回家，如果家里完全是另外一个语言世界，那学校的努力会不会事倍功半？这就是第三个，也是最常被忽略的支柱：家庭与社区的参与。几乎所有的资料都同意，学习不能只停留在校门口。如果学校很努力，但孩子回家之后，客语就变成一个完全用不到的语言，那它很难真正成为孩子生命的一部分。这完全可以理解，就像学乐器一样，如果只靠1周1次的钢琴课，回家完全不练习，那进步一定很慢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资料里面有提到什么具体的做法吗？有的，除了鼓励家长在家多用客语跟孩子互动之外，有一篇研究报告特别强调社区的角色。社区？对，比如说社区可以举办客语说故事比赛、假日的客家童玩市集，或是邀请耆老来教大家做板、唱山歌。当孩子发现不只是学校老师，连巷口的杂货店阿姨、公园里的阿公阿婆都会说客语的时候，他才会真正意识到这是一个活的语言。没错，这样语言学习才不会沦为课堂上的一种表演，而是真正融入生活，可以拿来用的能力。是，他把学习从一个点扩展到一个面，甚至是一个立体的社群网络了。对，而要支撑起前面讲的这所有的一切，就需要最后一个也是最根本的支柱，就是专业的师资与课程。这里有个很迷人的观点，社论作者认为，沉浸式教学在本质上其实是文化教育。对，我对这点印象非常深刻。文章说，客语不只是一种工具，它更承载了整个客家文化的 DNA， 像是历史啊、生活智慧、民族习惯。是，所以当老师用客语教孩子认识端午节为什么要挂艾草，或是中秋节为什么要打枝把，孩子学到的不只是艾草和枝把这2个词汇，他学到的是词汇背后的生活脉络和文化意义。他会知道艾草的味道是跟童年的夏天有关的，打枝把那种黏黏的口感是连接着家族团圆的记忆。社论作者用了一个很美的词，称之为语言文化的双重扎根。这也意味着老师不能只是个语言教练，他更要是一位文化引导者。这个双重扎根的概念听起来很美，但执行起来的要求肯定非常高。没错，这代表老师不止客语要流利，他对客家文化也要有相当深刻的理解，还要懂得怎么把这些文化元素很自然地融入到每天的教学活动里。是的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课程设计变得至关重要。它不能是随性的、零散的。有一份教学指引里面就建议，课程应该要有系统性的规划。从简单的日常对话到比较复杂的故事叙述，都要有阶段性的目标跟评估方式，也确保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真的在稳定成长。对，而不是一直在原地玩游戏。
如果缺乏专业的师资和课程规划，就算硬体环境再好，最终也可能只是昙花一现。所以这一切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我们从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课堂买菜游戏开始，一路聊下来，发现它背后牵涉到的是一个很宏大的语言跟文化复振的蓝图。这些资料想传达的核心讯息，其实是沉浸式教学不是一堂有趣的课，也不是一场热闹的活动，都不是，而是一个需要长时间经营、贯穿生活、结合文化，而且需要学校、家庭、社区大家一起来打造的一个完整的生态系。你总结得很好，它设定的标准远远高于我们一般想象的办一场有趣的活动。它要求的是一种根本性的思维转变，我们要从教一门语言转变为创造一个语言世界。创造一个世界。对，社论的结尾其实也很坦诚，承认这条路非常漫长，充满挑战，但他同时也坚定地指出，这或许是让母语传承能够真正扎根的唯一途径。最后，这也为你留下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你会发现，这些资料虽然都聚焦在课语教学，但他提出的所有原则，像是全程环境、长时间持续、家庭社区参与、文化跟语言的结合，几乎可以完全应用在任何一种濒危语言的复兴工作上面。这就不禁让人去思考，在这个强势语言无所不在的世界里，去刻意创造这种高强度、全方位的沉浸式环境，会不会是像课语这样的弱势语言，在未来能够真正存续下去的唯一解放？那如果要在你自己的社群中建立起这样一个语言生态系，最困难的第一步又会是什么呢？